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2月9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为着要纪念台南市历史名人，伫咧爱心公益上有济贡献的柯宗村，上午伫哩较早做工课所在，市长亲自主持进行挂牌仪式。济柯宗村的后代子孙对台湾各地甚至国外回来出席参与，场面相当热烈。台南市历史名人柯宗村，伫咧清朝末期甲日本统治时期是重要的商业界人士，而且伫咧当时，伊不只是一个大头家，也是社会上人人拢知影的善心大好人，地位备受尊敬。为着纪念伊，上午市长亲自来到伊做工课所在，进行纪念牌的挂牌典礼。现场也来了济柯宗村的后代子孙。一组一组，甲市长合影，记录下这历史性的时刻，场面热烈。柯宗村先生，伊是1853年出世，1919年过身，享年66岁，这是我到即当今所挂的名人啦，年纪若伫个年纪上大的，年纪上大的，那么孙啊，咱这个邱博士，今年几岁？今年81岁，甲孙仔尔，你看卖啊，所以你就知影讲，柯宗村先生的迄个年纪那么伊是福建省晋江县的人啦，19岁的时阵搬来府城就是迄个时阵台南市的经济活动的中心北市街就是五条港一带北市街原来是三高啦迄个就是三高。的高商担任总经理的工作，前后30档，所以员工发挥非常大的力量，伫经济部也伫公益事件伫种种的代志。历史名人柯宗村老做纪念的这栋旧厝，对前厅到后院，拢有一种典雅的古式风格。即马也开放成为公共空间，欢迎民众前往参观。台南新闻王子豪、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伫咧水高社文化园区的市定古迹原水高社宿舍群，对去年9月份开始动工进行修复。市长赖清德上午特别前往视察，一方面除了勉励全体修复团队，另外市长也非常关心后续的工程，有关景观设计、规划进度，拢一一检查，希望会当如期完工。这届市定古迹原水高社宿舍修复工程总共有8间，包括3间长官宿舍、甲5间校级宿舍，总经费大约1亿6000多万。为去年9月份开工，包括施工保护批架、甲目构件检测工作项目，目前拢完成。部分古迹结构补强也拢伫咧进行当中，目前进度大约完成16%。上午市长赖清德也特别前往视察，希望工程会当如期完成，落实咱市文化古都历史。预算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花了大概台南市政府拿出大概1亿多元1亿5千万也，台南市政府出的过去都是想要国防部支持嘛，所以就放在那里，想要文化部支持，所以有放在那里。那我们现在讲说，好，为了要展示我们落实文化首都这样的决心。中央支持多少算多少，其他不足就是我们台南市政府来自行编列预算那我们就朝这个目标，所以目前呢才有这样的一个进度了。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希望这个文化园区里面，水交社文化园区里面像吕议员刚刚建议的就是历史上的各种元素都能够容纳进来，有明清的，然后有这个美军的日治的或者是民国时期的。大家都可以来到巡回那一段历史，我想这个对大家会更有感情了。除了古迹修复工程以外，市府文化局同时也推动宿舍群景观计划，总经费大约8500万。
目前也拢进入细部设计阶段，将水沟车历史纹理甲自然地景结合，中央规划绿色廊道，希望展现出原有空间的价值。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因为地价调整，连带影响济绿色补助申请，议员李文正上午召开记者会，建议市府应该要有配套措施。对此，社会局表示已经专案处理。议员李文正最近接到民众反映，一寡绿色补助伫财产收入无任何增加的状况之下，却无缘无故被取消。后来了解原因，竟然是因为地价调起的关系。对此，议员认为，就算地价调起，税收增加，也袂当影响绿色补助申请的条件。即届呢，咱的地价调悬了后，因为有可能因着一块无路用地嘛，一块遮的可能即个袂当买地嘛，袂当变卖地嘛，结果即个地价调悬了后。煞怎来取消因的遮个中介收入户的这款的一个资格？最近呢，我有拿呢服务处接到咱诚侪遮个这款的这个电话咱听了实在是真心酸啦听了实在是真唔甘安尼对此，社会局也坦承，地价调整确实有部分绿色福利受影响。不过，社会局目前也专案送签订，希望将地价调整放宽到路段，避免共区无共路段拢调共款的幅度。目前针对相关的单位，只要咧签汇相关的意见我想未来希望讲透过这个咱目前的比较方式是，只要卖超过该行政区。譬如讲，像咱安平区整体账户卖比伊搁较悬，咱就会当同意继续保有福利身份。这有的人实际上伊伫安平区嘛有足侪区段、足侪路段所以未来咱会希望甲伊放宽到共即个路段的调账无超过即个路段的话，咱就继续保有他的福利身份除了地价调整以外，另外基本薪资调悬，连带也影响低收入户申请的条件。虽然低收入户无工课，不过未满65岁有工作机会，也是依照上低工资计算，相当无公平。议员要求政府要提出改善。台南新闻林根郭博义采访报道。为伫咧永康六甲顶往新市方向的方圳道路，因为只有一线，车流量较大的时阵，时常会出现汽车、机车相争路权的危险画面。对此，水利局特别开辟持有地作为步道甲公园，顺利伫咧过年进行完工，互附近的民众加一个休闲的所在。未来也要正式跨桥工程，成为环状的步道。水利局为了甲永康水质净化厂附近的居民建立好的社区关系，一个宽度2.5米、总长600多公尺，或者河边村旁的公园步道，包括绿美化甲运动设施，已经正式完工。不过，其实这段河堤道路原本拢是杂草，嘛造成汽机车相争，相当危险。对此，市府开卖540万，伫过年进前顺利完成。它那边道路车流量蛮大的，然后基本上人车有时候在那边会险象环生然后再加上杂草丛生，然后那一块地基本上它是我们整个水利局的一个用地那我们也希望说就是说将这块地重新整理完之后，然后提供给民众他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步行的一个系统，所以说那时候才会争取一笔预算，跟就是我们市预算这边才会特别编列一个费用然后将这600米的部分就是整个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规划，对。水利局进一步表示，日后伫向营建署争取水资中心加再生水厂高达32亿的通报案以后，嘛将进行跨界工程，形成一个环状步道。我们现在大概完成将近600米的一个步道设施那这个步道设施可以未来提供这周边的居民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步道的一个系统。然后未来呢，那我们会期望再配合搭配整个永康水质中心跟再生水厂它整个统报案的一个发包将这个部分在一个新建一个跨桥
好，然后让整个完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环状的一个步道系统。自向北的合体步道，迈一步一步协调用地和专线容易专线的步道来串联。但新闻管及何朝光采访报道。迎接元宵节，国在地社区发展协会每一人拢会召集志工妈妈，烧真济圆仔，要分享给社区内底厝边隔壁。今日因着动员起来，利用下早的时间，大家一边开讲，一边烧圆仔，也借此增加社区内底团结精神。这群国在地的志工妈妈伫咧社区内烧圆仔，因抱着欢喜的心情，准备要迎接正月15的元宵节。这寡圆仔对青自米开始，顺手工一步一步制作成为这一粒一粒的圆仔，是志工妈妈用心做的健康圆仔，要来庆祝元宵。人咧讲元宵就是小过年嘛，所以呢，大家拢安尼，拢来庆祝这个鸡人行大运，大家拢会迄个合家平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当然这元宵呢，会上大个节目呢，活动呢，就是安那呢，就是咧烧汤圆，食汤圆，阮社区这个乡亲时代这阿婶呢。对这个搓汤圆注意汤圆是非常的老道的对安尼啊。你看这阵有老热无？非常的老热安尼，安尼当然阮社区毋是讲这个搓汤圆尔，而且呢，阮明仔载14号，阮就提灯，逐当拢提灯彩街非常老热安尼大家同心协力做好工课，也将这寡圆仔全部拢煮落去，准备要分予社区内厝边隔壁，大家做伙食圆圆的圆仔，分享元宵节的福气。单新闻网站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还搁伫咧新春期间，台南市各界媒体受市府邀请，做伙食桌，互相联谊，对市政交换意见。会中市长赖清德除了抽出济大奖，甲大家同乐，也希望伫咧媒体监督之下，互市政会当更加打进民意。来自专担市的新闻媒体工作者上午组织，伫新春期间，甲市府所相关局处的主管共同参会联谊，享受难得休闲。而对着媒体记者来讲，来应有监督政府的第四权，对着市府所推出的相关公共政策，卖反映互民众知影的权益。会中市长赖清德嘛亲自出席，除了要摸彩送出大奖，甲大家同乐。嘛强调新的一档透过媒体传播加监督，就希望互市府知影所公共政策优缺点，嘛互市政甲民意更加接近。这个许处长有心利用这样的一个场合，让我们局处的首长，还有跟各位媒体的朋友有进一步的联谊同时也利用这个机会感谢大家在新闻工作上面对台南市的报道。我常常跟各位报告，就是也经过你们的报道让台南市政府知道一些各种问题，让我们的局处首长在执行市政工作的时候能够更贴近民意。那另外一方面呢，是市府的相关政策，如果不是透过大家的报道
那么也很难将资讯传给我们市民。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推动工作上面呢，我们才有办法迅速的有效率的完成市政的工作当然，参会当中，市府相关的首长嘛，伊甲媒体记者互动博感情，恭祝新年快乐，场面相当的热情。会中包括上主称有线电视董事长吴顺德嘛，代表上台一一冒出大奖。立种重头戏正是赖市长抽出3万块的手机大奖，互气氛达到上高潮。欧顺利。手舞足蹈，滑一下，好，来，我们先请翁先生到台上来这台电话，你旧的电话，电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安平有一间专门卖贝壳商品的店家，除了有来自全世界几千种的贝壳以外，还有真侪加工的装饰品、甲丝巾、灯具等等的生活用品。即马就带大家去参观看卖。这间位伫安平老街的小店，店内满满拢是来自无同国家甲小岛的贝壳，种类高达几啊千种。这是因为头家的爸爸本身就是咧做贝壳进口，全台所卖的贝壳大部分拢是向伊叫货，也因此头家店内才会有遮尔侪项的种类。其中有一寡贝壳，佫有特别的用途甲象征的意义。这个是传说中的古罗马时代自古以来的拇指螺，在早期医学这么没有发达，产妇必须一手握着黄金宝螺，保母子平安。这个左旋香呢，它有宗教的意义。我们的很多很有名的我们的达赖的喇嘛们，他们会特别来订，他们要供养的这个。很多人他们也会知道这个一定要特别找的左旋香螺，那这个小颗的这个数量也非常少。贝壳除了单纯摕来欣赏以外，也会当经过加工做成各种的工艺品，也就是生活用品，参像门帘、丝巾、插做的塑胶挂等等，美观佮实用。而且符合今年鸡年的主题，业者用几啊种贝壳手工黏制的艺术品，是接到袂少人的询问，但因为上工搞工，所以需要提前预定。看一下今年是什么年，金鸡吉祥。这是我们从小时候这50年来自己用手工一颗一颗贝壳，跟我弟弟现在都是由我弟弟亲手一颗一颗贝壳做的。你出去给亲朋好友，如果你要那个新居落成，一包红包很快就忘记了，这个放在家里的子子孙孙万年千年都记得的。你出去给好，然后还有呢，你知道现在我们结婚我们需要什么娶老给？那现在人舍不得杀生，我们用这个来当娶老给女儿。结婚用的炒楼 K， 这个我们完全有手工的，有我爸爸有弟弟自己手工做的。这里面的很多贝壳，现在好几种，有花麦螺、黑麦螺，还有可以吃的。以前不是淡水有可以吃的西施那个空气ham。店内除了有几啊千种大小甲类型拢无同的贝壳会当选择，而且佫有新纱甲彩色的刷等材料配件。提供民众伫店内，也则是厝内 DIY 制作属于家己的特色手工艺品。但新闻站上林根采访报道。有的人喙齿顶面的皱齿洗了伤过长，医师表示会造成这款的情形，原因有2种，一种是因为下面无喙齿，一种是喙齿发无好，无法度正确夹做伙。这款的情形就会当利用钉仔来做调整。真简单，就有治疗效果。针对臼齿发过度，也就是顶下面喙齿对无好的患者，除了会当戴头帽调整以外，佫会当做假喙齿来改善。不过有当时煞需要将喙齿卸复底，也就是做削骨的处理，搞工佫麻烦。因此现在有一种治疗，会当透过钉仔来帮忙将喙齿扭到正确的位置，袂影响美观，而且佫会当达到调整的效果。常常我们有时候有比如说大家有缺牙的问题，或者说蛀牙被拔掉，那有时候
你一不小心就是忘记去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其实牙齿啊，像上面牙齿可能就会长到下面你缺牙的一个部分。那等到你哪一天想起来说，我想要来处理牙齿的时候，其实就没有办法处理了，因为这时候上面牙齿已经长得过长了。所以今天谈的就是有关于牙齿过度萌发的一个问题。第二类的话，它是属于它在萌发的时候，它的位置就错开了，它叫做错咬，就是上颚可能偏外侧颊侧的地方，下颚可能偏舌侧的地方。那它久了之后的话，它其实也是一样，上颚会长长下来。那这时候其实的话，久了就是说对这个牙齿的话，其实就没有咬合功能。那目前的话，比较好的一个方式的话，就是利用这个骨钉。那骨钉呢是什么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我们力量的一个来源。力量来源的话，可以把这个已经长长的牙齿再重新的推上去。所以不论是上面的牙齿是因为错咬的问题，或者是缺牙缺太久而往下过度萌发，那都可能可以使用这种骨钉的治疗方式来达成。拍钉仔调整并无需要开刀，只需要部分麻醉，而且伫完成调整以后，就会当拆掉。不过医师提醒，必须做好清洁保健的动作，避免发炎感染。但新闻架山林根采访报道。为了争取急性心肌梗塞的治疗时间，根据美国的标准，90分钟内必须要接受治疗，加上转诊的时间，希望控制伫咧120分以内。对此，台南市卫生局伫咧基美病院的协助规划之下，整合了全台南市13间急救职能病院成立治疗网络，对2冬前到去年6月份，已经减少到77分钟。大大提升治疗成效。对 ST 上升型急性心肌梗塞病患来讲，把握抢救的黄金时间是更加重要。若是一旦愈早进行治疗，效果就会愈明显。对此，伫台南市卫生局指导之下，由基美医学中心协助规划，为2014年1月开始，整合13间急救职能病院组成治疗网。对着无先导讲设备的病院，只是伫病人转诊的过程当中，伫救护车顶面就先进行心电图检查，以节省刷落来治疗的时间。在这几年，我们跟台南市卫生局合作，在市政府的指导之下，我们整合了所有全台南市13家急救责任医院。那13家责任医院之后，我们将所有台南市的 ST 上升型心肌梗塞都纳入我们整个台南市的治疗网之下，让我们所有的病人不只是在医院拥有好的医疗品质，病人从到院之前我们就开始介入，让整个治疗时间可以缩短。那这个根据美国心脏学院还有心脏学会的建议，希望非转诊病人所谓第一次医疗接触到打通血管，那在90分钟之内完成。那所谓的转诊病人，从2013年新的治疗指南更改之后，建议在120分钟之内完成。那所谓的第一次医疗接触，就是到打通心血管，也就是我们的专业术语里面讲 FMC2 device， 我们平均中位数时间，我们已经可以达到77分钟，算是一个在台湾相当不错的数据。我想这个数据是所有包括奇美医院，还有台南市政府，还有全台南市所有医疗人员的一个光荣。为2014年1月到2016年6月，全台南 ST 上升型急性心肌梗塞病人到病院一直到做心导管治疗的中位数时间是77分钟，那超过17岁重度急救责任病院的标准，而且也超过美国标准的75%。而这项成果伫去年更是搁到日本进行发表，非常难得。但新闻架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多云有时好天，温度11度至20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8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你收看2月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王祖和，咱再会。
却澎湃，别问由来，心可以在你的身边 ，Take a feel。